祖母年送官被当朝宰相，弟弟4万，这就礼部天官。父母年迈，单身难征一人，有祖母作主，将我的终身许予颜永为妻。自从成婚以来，已有20余天，这乃冤家从不上路。我沿人民票向6次相亲，这乃他总是不肯上路而来，不知为了何事。啊，官人啊，官人，大叫拦罪，实是难猜。
你走神，放好光。谁用此段语言的骂些茅场不行的？这是毛儿将士乎？败落阴谋不是计。相声真容表示混账。弟弟正邪棍把三边走之，母亲长子高兴望风，我本应闭门吟唱读书，可为年送正老臣，上帝荒酒一杯，使我母闭关不准，有推翻之意。皇上听信谗言，遂将我母绑至西郊斩首，并将我家满门抄斩。二来是我给为长生，到达杭州母就家中，不料在泸州遇见叶妙卿的官孙侍妾。吾将小生当着小妾做事顺畅，叶妙卿见我生平出众，定要我摆着命令祭祀。后来带往京都面见年松，年松见我才貌双全，必将生日兰赠许配于我。唉，我为父亲明白，岂肯与你在旧城之不骂你，为我口叫救命啊！
是家规。男性不准好礼，你常是欺人不应该。这真是不要不顺风王旦，先生之于心情。哎呀，姑爷！好，你上女为兵家小姐之道，这是我即刻行吧。谢姑爷。面对雕像去修成，我上吕困他真。
你理该为称我一声小姐，将来你有了功名，我若称你老爷，你也该为称我一声夫人。夫妻之间连一个称呼都还没有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娘子从前一礼呀，好一个有理不为此！来，从前一礼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娘子，你六次茶飘香下来，叫我上来有什么事啊？官人。你在死亡是人啊？在死亡嘛，读书啊！读书？难道要连夜用功吗？你可知苏秦原谅此故？哎呦，他倒比起古人来了。官人碰到的老先生啊！
言笑，就是城里城外呀，声声恩赐啊！我不是燕舞兰生，容貌丑满配你郎一在此。夫妻岂可容颜人？我放你娘子美梦谁喜？了，为妻道苦有一笔，你将我逼出何来呀？啊，官人所托为盼望情，然真对我是真情，我岂可为他一片心？我虽你是杭州人士，我不知天堂是南京。官人你是南京人士，我不姓张来奔。啊，奔什么？奔，你讲啊，奔什么啊？我想真经是他听，怎奈他又是妻子永情人，同人是三分话，岂可天抛一脸心？遇到的话龙话不难话苦，只人是面不自私，一腔真情与他讲。今
这种奇人啊！结冤家，官居迎来官居呀，木兰亭不是当初的自个娘。官家不是真心话，我与我都是卑微心之长。他若也不与心慌张，另有心事不肯牙讲。他说道：不知钱当之难尽，不信上来背。哎呀，这本事下面有文章，官人啊，你真正面前莫设假，家人跟前莫细讲。其前不是真情话，我问你要与谁商量？今日不知他真情话，还是对人挂心上。还是回望去吧。哎呀，我光要回望，他都在里面谈起来了，不知谈些什么，带我来听他的听。常言道，要知心不是，且听口中言。哎，小心呀，小心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他在路上不叫我小心，为到死亡到4年去，我来了。我立刻回答他几声：啊，相公啊，相公！娘子啊，娘子！官人啊，官人！来真啊，来真！叶勇啊，叶勇！你几次上饭要还为我的心事，小声不声，量力不小。是啊，为妻不孝，得来请教。
本，在我天下一门美。到时晴天也茫茫失去背，我举目不见一情谁？蛟龙之谜，千岁困我满腹甘愿为何生？神仙不肯负真情，可怜他是无家可归少情人。官人啊，你休别离我伤心，情人还有我你难争。我知道见证是哪部的说出来，难争距离大远生我的前程闹给罢了，提起见证也送啊我啊，你真却战胜我无心太凶，你以为战朝一时啊根，偏偏逃出我真啊用，小生杀在林永之，听山的见证老。去人工，怪不得他见我像眼中钉，夫妻到了也不懂啊！是吧？也是吧？我把这不回来了，哪里见着你是啊？你父子同朝一样干，将来生终身许配啊我，你要靠本事呀难上难。小生查预告关注，我将你父子一起斩。听此言，心惊胆我，他要斩我不念啊死亡，像母女终有母女情，难争做人好为难。老弟弟做将人哎，守着人生病冤家长。弟弟呀，平比女不孝顺，只怪你做人心太干呀！为我曹魏，哪里见着曹魏我的誓言，是把美来做，一人用金陵之保下大名，不用南清风暴雨。
万不敢，兰州岂能绝夫君？冤家呀，你谁没有夫妻情？兰州对你是真心。常言道，事不三思要后悔。我往事今往与他把离别，待我举手将门窗。有恐怕下为了我呀，问人开门来，哇妈，敲门的是谁呀？兰州来了。我才是老马求人，突然来了一难贼。问人开门啊！我心急当中心宽呀，家长笑脸去行啊。问人
娘子清净难比啊！官人请，娘子请啊！娘子请坐啊！请坐啊！请坐。请问娘子，你玩的谁的刀子？玩的刀子已久。哦，你问我嘛？我是谁的刀子，一刀就叫你开门的呀。哦，你是谁的刀子，一刀就叫我开门的呀。我说生这的刀子，他到又带起架子来了。官人，你回到四方在做些什么？大事，到底什么事？世事无尽的事，可否背几句给我听听啊？好，客从来心为了，何故世事谁忘记？啊，你倒忘记了，回去倒没听你记着几句呢。我的事，我的两样的，一样的，两样的，一样的，两样的嘛。你不信，我背几句给你听听。我不要听。我这个人倒有一个脾气，人家要我背，我倒是不背了；人家不要我背呀，我倒是偏偏的要背。好，你背。哦，那么你听啊！小姐呀，小姐，是称小姐，好不懂道理。娘子啊，娘子，谁叫你娘子嘞？兰真啊，兰真。哦哟，世事上面到你兰真三个字了啊！别的世上没有我兰真的名字，官人，你的世上是有我兰真的名字哦。你几次三番要盘问我的姓氏，小声不实，你哪里会知道？我不什么你是人不孝了。我不知天当子暖心，在路上早对你说过了，我是南京人嘛。我心脏来怒奔。
臣本想天人落，恨之人朝中为出奸臣，那奸臣上殿去光州本，占了我全家一门你娘子，哎，事实上面没有这种事实。我第七奸臣到谁罢了？什么？第七奸臣年收我马里在老城，马里奸臣老年收，你王英霸道才朝中，你财重量有多少？却在我部你心太重。你以为斩草根一日，偏偏到出无真用。小生杀在林永之，定在你奸臣老年送啊！你是问啊，你是问啊，你是问不中啊，你是马里奸臣也是问。同朝为一样啊干，将来真终身许配我，要靠本事难上难。小生上有出头人，要将你父子一起斩啊！早问我，马里奸臣早问我，你是去业务是把没来做？你任用金银珠宝家大妹，不用那清风宝剑给你问我，也有听那也有听。马里奸臣也有听，你是无家富贵的烂小人，如果应说你命令之，是不到中间不平人。小身上有高官中，要将你弃官下身去从军啊！还有个小奸臣来来，谁来？聂兰珍啊，聂兰珍，我已娶了你聂兰珍，可惜你生长在聂府门啊！纵然你对我是真心，这乃是救人之女，真诚婚。也不是有流刚将你的丰收是天娘们，真有你好。来真没有在做你，论我的心太狠，你母亲来多母你，还有什么夫妻情？来，去到瓦岗定母亲。娘子，你现在连夫妻之情，还有什么夫妻之情？真正岂有此理！
子，叶枫就是要将我离。今朝你落在相国府，看你差子也难比。娘子。今此夜旧人啊，难道你眼睁睁看我去走西路？你见死不救，心母啊谁？娘子啊，你我到底是夫啊夫，你杀到华堂去禀告，亲手杀了你丈夫。娘子啊，夫妻终于夫妻情完了，娘子来吵是我啊，娘子情人。救了母亲与祖母，难救眼前亲丈夫。两家生死都要我定，年华好比我难挣来做啊！娘子你去啥人我？眼前放着两条路，我难挣真是太不多，弟弟做天下马，祖母血水杀人头，真能不救忠良子，我怎能也亲啊丈夫啊！只要我们夫妻呀，天翻地覆我哭啊哭。难怪你为的苦苦哀求，虽说你起来。娘子，哎呦，人家，哎呦，官人请起来。是多谢娘子。哎呦，官人，你以为说话要小心才是。你有说话，我一定小心，一定小心啊！哎呀，娘子，你上哪里去啊？我们回王去呀。那你我在这里，岂非要耽误你的读书嘛？
娘子休得耻笑，得小生陪你上路。是此官人